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哲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彰淡水交通河通波弄着船，海巡煞去抓到一个中国人，讲是要投奔自由，对福州偷渡过来台湾。基隆台二线条件公路房山已经提早伫下晡拍通，也中型房山土石也完成了，恢复通行。台中南屯全国唯一国际站拉里，今年有9000人来参加，现场毛主满意，予大家免费食平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彰中道10点歌，讲到新北的淡水有交通专业者通报讲，去弄到一只船。海巡去到现场，所去抓到一个60多岁的中国人，讲是受到政治的迫害，要投奔自由，对福州偷渡过来台湾。目前这个人已经被警方铐起来，这嘛是第一届有中国人对淡水河偷渡过来台湾。在长崎船桥海巡查落，中国籍查甫人偷渡，互人撞到，发现一艘大陆橡皮艇。对岸原来有人用手告船仔，互咱抓到。中国籍人士想要偷渡来台湾，较早大部分拢为金门，这个头一届发现是家己一个人偷渡为淡水河入境。互人抓到双手铐条的，这个60岁姓黄的偷渡客，伊为福建出发，驶船仔渡海来台湾，坐到早起11点外，到码头了后，弄到交通船，业者同步通报，海巡才伫码头抓到人。后头啊，他开主干那个头了，把他撞了，打这个点了，海巡就来了，海巡来就看了。中国籍偷渡客冒险走来台湾，讲互人政治迫害，想要投奔自由。详细的目的爱搁进一步调查。海巡是讲，船伫外海时阵已经有专田监控，移送检方了后，人裁定收容。专案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定罪嫌侦办。当场逮捕1名陆籍人士，并扣留1艘陆籍小船。本署人员完成笔录制作，并移送地检署，由检察官裁定收容。虽然海巡讲伫淡水外6海里早就密切掌握，毋过比起较早监测模式，若是进入12海里，马上有动作。即个发现个样了后，无派船海上查查，到底是考虑啥物？万一船无挨着，目的地伫倒，是毋是会当掠着人？专案的疑点甲质疑，可能拢需要查明。记者综合报道。5日节休到最后一天，国道就北的是过中道，车就开始咧坐，尤其是国道5号基南到头城这节是上解脱的，这时速是不到20公里。国一北向的苗栗到湖口、关西到大溪，以及国五的宜兰到坪林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其中苗栗到湖口以及宜兰到坪林路段呢，预计在晚上10点左右才会逐渐疏解；而关西到大溪路段则预估在9点左右才会疏解。高公局表示，今日国道就北的车流量是平常时的1.4倍。在国道1号南屯到后里，国道3号第3到中兴，恐惊就要等到下暗8点过，这车才会较透。建议改走替代路线，才袂甲人较做伙。咱继续来看到中兴便道17.3公里，在崩坑这节，因为落雨早是搁再发生崩山，公路局下晡已经赶紧拍通。原本是10中到12点会当过这批车辆，嘛有去查到是等到下晡1点20分才会当通行。今天早上10号在清理便道的时候，还是有持续落石的现象，所以进度比较缓慢一些。直到1点20分才清通完毕，公务段随即放行我们12点班次的车辆，公务段会在陆续的密切观察相关边坡的安全状况。公路局是表示，昨下晡便道崩山去对着崩坑，随着封路禁止通行。到今透早现场也是一直落石，这清理的时间有去查到，目前已经恢复通行，会派人继续伫咧现场随时监控。继续嘛是过来看基隆台二线条景公园这节的崩山，公路局已经提早伫咧下晡拍通。过来会继续针对山壁做稳固工程，嘛会安排工程人员继续监看，会当防止意外搁再发生。工作人员将封锁线拆除，测查下昼2点一到，未少车陆续驶至原本的管制区，慢慢啊往条景公园驶去。这是基隆市北宁路第2线70公里的所在。车衫下昼无有警线帮，造成2位民众受伤，甲双向道路受阻碍。经过公路局甲基隆市政府联谊的磋商，伫测查下昼2点提前正式通车。
主要是把上面的围石全部刷坡刷下来，我们也用混凝土方块来做3层的堆叠，来进行一个防护。因为这间意外达到大约1500平方公尺，原本青零零的山壁即马凸一大堆。公路局伫瓦山坡路边放南马空格，搁设置6公尺缓冲区，也安排人力监看，以防万一。不过民众也是有淡薄烦恼。那我的石头断掉了，应该还会再下来。没有树木挡住，其实有点担心呐。清理土石的状况，进度很顺利哈。下午2点，我们就会先开放通行，这边的速限也要维持这个25公里时速的速限。超过51年假期会当免叫做小李的4块尾摊上点头，是5万通车了后会当重新带来上机。可能到下个礼拜应该会好一点。对啊，刚通车有些不大敢进来。平常日本来就人比较少，可能要礼拜天啊、假日啊。基隆市府也提出调经海湾在等多项进行方案，要来减少店家因为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庆祝今仔肉粽节，总统赖清德今仔是去到新竹，和新住民的朋友做伙来包挂国粽，感谢台湾的新住民对台湾的贡献。赖清德嘛保证讲，伊即马做总统啊，一定会继续照顾台湾的新住民。高市节这一天，总统赖清德发布进前去新竹县新城社会影片，甲来自各国的新住民朋友欢庆佳节，佮亲亲动手包新住民的故乡粽。大概用1个半的汤匙的糯米，随着这个芭蕉叶呢，给它铺平，这样铺平。我还有个小皮带。报告，总统完成了，各位。全到。对，然后按一按。体验包越南米粽、加马来西亚的娘惹粽，佮去参观社区关心老大人，承诺继续照顾新住民伫台湾的生活。当然，你们来到台湾，对台湾社会所做的贡献，我都很感谢大家。那我现在当总统啊，我一定会好好做，好照顾每一个族群。连假去花莲民众党主席郭文天，在当地晚会环球站，佮请民众收听党部关公。还有吃什么都好吃的，这个平常有什么南部粽、北部粽，不过今年我们到花莲来，那就挺这个东部粽。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趣味影片，拍开冰箱拢是粽，问心人的到冰箱也是真热热，所以这个月菜市拢准备好啊。台中市长罗秀燕挑战蒙切各地的环境酱，要找出甲粽相斗的口味。These are alkaline rice dumplings served with ice. We also eat it with honey or sugar. 你看加。赞。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把握机会，用英文向外籍编辑介绍芒果有名的鸡粽饼，宣传上赞的台湾特色。记者综合报道。5日节，台中南屯万和宫全国唯一的穿插家站拉里，今年有超过1200人来参加。另外，庙方冒传敢若在地有的满意，互大家免费来享用，100个当去取5时水，回厝保平安。清茶家大声站头卡，台中市政府伫南屯万和宫前举办清茶家站拉里的活动，超过1000人大声采鸡，也有4个人目镜趣味比赛，民众伫大日头卡热情参与。要同心协力了，大家都同一个脚才可以玩下去了，要不然就会摔跤。在地人，我做囡仔就来参与啊，所以我这届是第10年，我以公职来讲是来10届啊。所以，阮主要是以厝的做喜事的心情来参与的。清沙家站拉里庆端午是台中南屯当地特别的民俗活动。2008年就登录做台中市民俗类文化资产，逐年吸引上1000人参加。主要是在地长辈讲，早年农业社会的南屯是一个拉里县，希望透过穿目镜站头开的声，叫醒伫困的拉里，替农地还土，有祈求五谷丰收的意思。早期啊，有祈祷说这边是一个拉力 head 啊，利用端午的时候，把那个拉力把它吵醒，那就对我们的在地的那个丰收的一个的帮助这样子。台中市文化局就把这个民俗活动登录为我们台中市的无形文化资产，那所以
它现在是变成一个我们南屯区公所、民政局共同举办年度庆端午的活动。市政府初步估计，今年参加活动的人数超过1200人。另外，公庙完后提供在地出产的特色美食麻薏汤，让民众食了后清凉退火，度过台中才有的5日节嘉年华会。记者综合报道。5日节白龙船爱食粽，在国立科学教育馆嘛举办陆上龙船的走关活动，传统民俗结合科学的机关游戏，现场嘛是闹热滚滚。3、2、1， Go！ 主持人话开始，3组家庭摕着龙船向前出发，但唔若比速度，参赛者中爱阁停落来算游戏。这是国立科学教育馆的5日节活动，主办单位讲，这游戏其实拢甲科学的原理有关系。像第一关，阮是游迄个三门坡嘛。那其实三门坡毋是遮简单就游会起来，因为甲咱用笨的无看，你用游的时阵，你就要游出一定的弧度，伊才有法度把迄个坡造出来，所以这甲表面张力有关系。另外，传说讲5日节等粽入去河内底，是为着保护屈原，卖互鱼虾食去。科教馆嘛将这个民间传说融合科学游戏，由参加的家庭合作设计装置，透过科学机关的连锁反应，互粽放入去因设计的模型内底。参加的民众认为，安尼活动是真新奇趣味。大概这边大概会结合一些物理啊、电学或者是力学的部分，那它让小朋友去共同自由的创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要讲到很难的科学原理，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观察或者让他一些去创造创意的部分，可以让他完成这样子。这次端午节很高兴来到科教馆，然后参加这个连锁反应的活动，因为这也是第一次参加活动。觉得非常的新奇有趣，对，然后小朋友也很期待。科教馆讲，过节有传统的风俗，将风俗甲科学知识结合做伙，互亲子同齐来耍，家庭互相合作。因希望透过科学游戏，互传统的节日会当更加趣味。记者柯选、夏桂林台北报道。人咧讲，洗午时水，这无肥卖水。午时水有辟邪镇煞作用。伫个台南新化的宝生大帝庙，就有一口风靡半世纪的百年古井。今日午时节到，佮再拍开，互民众会当来上水，求一个平安好头彩。台南新化宝生大帝庙，庙埕人是排甲热热长，这民众摕空管仔，担要伫午时水求一个好彩头。坐10公升的水倒来，倒来吼，因为这会当。迄个健身身体健康。比方甲香炉摆成八卦形，拿念手机，当午时一到，迄甲这口将近从半世纪的井重新拍开。其实这口井伫建庙时就有，到达有400年历史。比方指出，当时因为庙体整修，惊安全问题，佮加上水道水普遍化，尾手甲封起来。今年2年，加上古井嘛伫庙的两边，因头改开放互民众来使用。信众吼。有咧，甲咱庙人来建议讲是讲吼，咱会当来出迄个午时水卖安尼，吼，有甲大家讲请示来讲可以啦，讲会使安尼。讲50几年啊，迄阵啊政府讲这个大家的水。重金属啦吼，迄阵才开始家当无伫使用啊。民间风俗5日节即天中昼11点到1点，这段时间的水叫午时水，其中嘛有流传袂少相关的俗言。像讲古早人讲午时水洗目睭，金柑仔乌手，也是洗午时水无肥卖水。佮有一句是午时水啉一喙，较好保养食3年。每一句背后有无共意涵，时代改变已经无建议摕来啉。咱的风俗内底个讲，咱这真有疗效，所以讲午时水洗目睭，会当金柑目睭拿乌手。过去物资欠缺，所以讲会当食有3顿饱，就足无简单啊，那个食较会肥。所以讲午时水这等于是讲上天的温数，讲会当辟邪。会当镇煞。估计这有一个习俗，那清代时期的台湾人因是安怎过的？经过清乾隆28年台湾府志内底记载，估计这除了会摕稻款伫厝4颗位粉，卖伫门斗插香草，另外卖互相送西瓜甲肉粽来庆祝。透过俗言甲文献记录，也互大家知影古早人是安怎过五日节的。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陕北去年就超过5000件脚踏车交通事故，上侪就是违规骑伫人行道甲过路线顶悬。不过，就民众是反映讲，就是因为骑伫路里颠倒危险，唔才会骑去人行道。这台北市是表示，目前脚踏车道会当过拢已经过啊，会阁想办法阁增加。
车顶道机车直直骑一台脚踏车向正并侧，弄到后边起诉。用牵的，人行道请用牵的。有真侪学生骑U-bike骑去人行道，马上被阻止。脚踏车违规者，敢若是上北市脚踏车事故，去年超过5000件，比去年较侪。今年又造成800人伤亡。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民众往往都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才会惊觉自己可能会有违规行驶人行道、斑马线或是穿越道路等肇事责任。路红顶骑电导向，骑伫电卡人行道，甚至骑去斑马线，拢是警方常常看到的违规行为。毋过要安怎行才是合法的？除非人行道有规划专用道，或者是有告示牌啊，开放人车用道，安若无爱骑外侧车道、斑马线，可能用脚的免骑，或者是两大道法。违规若轻的是宽道，严重应依法开罚相关惩治。是那种要带转的机车，那我可能要直行了，他们就直接这样右转，从我前面 A 过去，然后我也会担心说汽车会不会有死角，没看到我，或者是大货车，我都不敢骑在大货车后面。我大概都是骑楼啦，嘿。可是那你知道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违法？我不知道哎。若毋对，可能对法规无解熟。姚民众表示，有照规定骑车，毋过骑伫车道，汽车来来去去，对安全有顾虑。第一个是希望说慢车道可以有合理的划设，那第二个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单车道的整体的比例可以再上升。前方道路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我能够做人车共道的，我大概都做，不可能贸然去增加它作为人车共道，因为这样子确实会压缩行人的行走的空间。脚踏车骑车道甲汽车前道，特别是高工处承认，即卖情形确实有拄着，毋过沿线的专用道拢用塞啦，即卖别个增加，可能等到有人行道拓宽过来评估增加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即马掠红仔鸡的店面是开甲4个毛毛时，有的阁是24点钟咧开，应该阁甲放甲大大声，影响到社区的清静。台北市环保局讲，去年就接到超过50件的陈情案，按算要严格来规范。只要是超过暗时10点，搁咧制作噪音的，上当都要罚3万。到底音乐无管是刷叮当音乐嘅物件，甚至结束的时，拢无任何音乐也是音效。店内期待会当讲拢无声音，其实这间店进前方投诉，暗时有噪音妨害安宁，期待上永远大的看到单，附近有居民认为也算好，袂伤差。之前我看这里早上任何一次都没有声音过啊。那你觉得夹娃娃没有声音，这样夹起来会好玩吗？还 OK。当地里长也表示，无接过陈情，也不过边也有一间店是维持播音乐，你时听音量也无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去年接到53件民众陈情娃娃机店扰乱安宁，今年到5月要16件，目前已经增订主题区夜间时段禁止播放音乐妨害安宁，加上新采罚基准，暗时10点到加长工早起8点，若制作噪音扰民，会将当处罚。现在呢，又有发现到娃娃机陆续有扩大往我们巷道内来设店，很容易在深夜会影响到我们住宅区民众的安宁。我们不但会开罚，而且会从重处罚，6000以上到3万元以下。一般噪音违规3000开罚，要不若伫暗时违规，主题区有直接罚的行为，商业区是牛切敢是超标。采罚为6000起跳，其实店家只要调降音量，也是暗时无营业，都会当改善。也毋过有娃娃机业者表示，已经将声音调成无声，下方真正暗时有噪音，也袂当排除是人客咧讲机台，也是市开关有用来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昨下晡彰化有一个查甫人去到国小运动，煞强雄昏去，无喘气嘛无心跳。甲在边仔有 AED 的急救设备，现场有其他人会晓 CPR， 成功甲救倒转来。一群人当伫咧国小球场拍球，煞雄雄有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昏去，现就倒伫涂骹。这规站的过程拢互监视器翕到。国立在休第2天，彰化市某一间国小就传出讲有一个47岁查甫人运动到一半无喘气、心跳，现场救全部拢围过来开始救人。雄雄看到人倒了，迄运动可能是经过过度的款，拄好，迄一群迄个球友，一群球友转进去甲急救，可能有做人工呼吸的款。
现场求救，先是摕学校内底 AED 来甲电，佮来照上局线顶指导甲做 CPR， 救护车接到通报，上前随赶到现场，准备要共送去中华寿团病院。差不多就车2分钟了后，这患者人都已经醒起来，佮会当甲边啊因太太来讲话。拜托民众帮忙搬运上担架，然后实施正压辅助呼吸至救护车上，然后于车上改换车装氧后送往彰化秀传医院，然后途中约2分钟，患者好像就开始有意识要拨走那个脸上的 MBU 面罩。救护人员表示，咱人若是袂当喘气，咱的大脑4到6分钟之内嘛会开始无气。民众第一时间甲急救，就是活命的关键。因这10甫人送到病院了后，嘛已经平安无大碍。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的内阁部长甘茨昨辞职，伊是讲因为不满总理纳坦雅胡一直无要批准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后计划，阻碍着争选胜利。伊嘛呼吁讲爱解散国会，提早选举，避免造成社会对立。以色列伫初八救出互绑票8个月的4名人质，迎接人质回来。同时间，互以色列空袭甲炮火攻击的巴勒斯坦中部的难民营，却传出大量死伤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至少有274个人死去，包含查某人、囡仔甲人质。另外，将近700人受伤。以色列把这届的救援行动看作是胜利，不过国内政坛煞伫初九传出人事的大调动。立场温和的64岁战时内阁部长甘茨宣布辞职，理由是总理纳坦雅胡一直不批准以哈战争的战后计划。伊也呼吁政府应该为2023年10月7日的人质凄惨事件负责，提前解散国会举行大选，避免国内的民意分裂。לצערי, נתניהו מונע מאיתנו להתקדם לניצחון האמיתי שהוא ההצדקה למחיר הכואב והמתמשך. 政治分析家指出，甘茨的辞职加减会影响到以哈最近停火协议的结果，也对纳坦雅胡造成部分的压力。And with him gone, it sort of tugs all the decisions to the right and to the more extreme. I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that to their advantage,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pressure Netanyahu. If you want power, 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coalition, you need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甘茨是纳坦雅胡伫政坛的主要对手。上新的民调显示，超过纳坦雅胡。目前战时的内阁有决策权力的，阁有国防部长贾兰特。外界分析未来纳坦雅胡政府的立场会变更较极端偏右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继续来看欧洲议会选举，昨宣了，这极右派政党这届声势未歹。伫法国这边，总统马克龙因家己的中间派联名，这届嘛是输予极右派国民联名。为着打击这个极右派势力，这马克龙即马是宣布讲要解散国会，提早伫咧6月底大选。5年100的欧洲议会选举，初九结束投票，初步结果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央联名政党大失败，得票率干那极右派国民联名的一半。马克龙虽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伫6月30日举行大选。第2轮的投票定伫7月7日，也就是巴黎奥运7月2日开始进行。法国会经过一场政治的大地震。Cette décision est grave, lourde, mais c'est avant tout un acte de confiance. Confiance en vous, mes chers compatriotes, en la capacité du peuple français à faire le choix le plus juste pour lui-même et pou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Confiance en notre démocratie. 由马林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以超过30%的得票率大赢马克龙领导的联盟。伊也正做2027年总统大选当中马克龙上大的对手。也拿5年进前就已经出头，大力主张反移民。今年干那28岁国民联盟政治的新人巴尔德拉，初九也强调，法国已经在靠改变的风。Ce soir, un vent d'espérance s'est levé sur la France, et il ne fait que commencer. 今年会选出720名欧洲议会议员，席次按成员国的人口最少来决定。德国上侪占96席，法国也有81席。不过，这两国的极右派拢成果袂歹。也拿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也伫选举当中领先。
比利时提到举行欧洲议会、甲国会，佮有地方的3合一选举。总理德克鲁所领导的政党，伫即届互左右派双头小的情形之下，敢若摕到7%的选票，也互伊伫地数的时流目屎。总体来看，即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派犹原是领先，毋过也袂当轻视左右派极端势力成长的事实。原来欧洲整体拢咧向右派咧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得到中央派的支持，伊安尼按算会得到新的5年任期。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讲到73岁印度总理莫迪，因为选行要做伊的第3任，咱的总统赖清德嘛刊文甲恭喜。这莫迪嘛有亲身来回应讲，要和台湾加深合作，这是搁再引起中国的抗议。不过嘛，颠倒互印度的政治界甲学术界拢大声表示，绝对要来挺台湾。73岁印度总理莫迪顶一日大选选赢，成功连任，切到正式宣誓就职，展开伊第3个5年任期。नरेंद्र दामोदर दास मोदी ईश्वर की शपथ लेता हूं कि मैं विधि द्वारा स्थापित भारत के संविधान के प्रति सच्ची श्रद्धा और निष्ठा रखूंगा। 我国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大使已于第一时间代表我国政府与人民向莫迪总理表达诚挚祝贺。 并转达赖清德总统致莫迪总理的贺电。总统赖清德除了打电话甲伊恭喜，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希望印度政府持续扩大甲台湾伫咧经贸、科技等等领域的合作，深化台湾甲印度的关系。莫迪嘛随回应讲，期待双方的合作会当更加大擘。不过，这个举动是搁一届互中国丢卡断地，向印度提出交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无公开甲伊祝贺。 中国外交部初5发文甲伊恭喜，不过印度外交部是3天后才回应，而且强调会伫互相尊重、共同利益、甲互相了解对方要义的等等的前提之下，推动印中关系正常化。来自印度8年的特派记者尤志明分析，相关的活动会当看到台湾、印度甲中国3方关系变化。 可以看得出来，中印的关系，无论是在边界或者是在整体的区域的竞争，其实都是越来越白热化的。那这时候，台湾的角色就会变得很微妙，在经济上面的软实力，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硬实力。这个是台湾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强国有很好的互动的机会。印度的政界甲学界嘛，趁这个机会发声，甲台湾斗相挺。尤志明讲，最近这几年来，台湾伫印度受到讨论的机会增加。 除了印度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等等的因素，印度对抗中国的态度愈来愈明显，现在是正是增加台湾印度交流的好时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政治消息，这国会这款法案三读通过，立法院有调查权。这拿赢即马就会话讲，要赶紧来查疫情快筛甲鸡卵采购的问题。 因民进党的总调郭建平是搁再招到6个拿赢甲病赢的立委来投，讲若是复机无过关，绝对会提出释宪。 立法院进行三读通过国会这款法案，互立法院调查权，国民党评估上紧伫7月用行使，可能会先锁定超司技能案。但不过安怎行使若也无共款的声音，检察官出现立法院各种现主张比较检察官办案模式，涉嫌机密文书不宜公开。王小玲提出设立立法院调查官，怎么样让调查权更周延？其实各委员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也会在之后的党团大会再凝聚共识，但短期之内要再做2次修法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洪明凯强调，已经准备好要彻底调查新冠疫苗、新冠快筛、供电、进口技能等民生议题备案。行政院初六对国会这款修法提出复议，民进党团宣律行政院暗过后院表决释出苏纳贝，中条瓜革命的网络节目各后调6个阿贝立委都向民进党。我在征求6壮士嘛，而且这个是。 6壮士啊，6个英雄啊，历史桂冠会给他们的，这个秒杀的，赶快来报名哈。那假如要请你起义来归也可以的。我们还是团进团出啊，我们不会有什么变动。
郭建明表示，按正十一定数委员会会排定什么时阵处理复期限，立院专议委员会审查时阵会邀请行政院长杜正泰列席说明，各规立法院会投票，若合意无过等总统签署法案而且生效了后，民进党团甲行政一定会提出释宪，会个别提出释宪文，各同时提出暂时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性别平等的意识渐渐咧提悬，讲到最近这3年，咱国查某官兵的比例嘛已经提升到17%，大约是28000人，这军阶嘛是愈坐愈悬。3年前，敢若有2个查某少将，到今嘛，咱是已经有1个中将甲3个少将。大声发出国军赞！2022年底，陈玉玲进任国军史上第1位女中将，正做是苏当时上显目的重点。因那国军女性比例继续增加，国防部上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初女性官兵的比例是10.9%，比3年前的15.6%提悬1.3%。估算即马女性军人的总数大约是28000人。现在的战争是属于新形态的战争，它已经不是比拳头。女性其实在各个方面都不会比男性来的觉得在国军的任务上面是比较差的。军中里面应该要男女平权，该要适才适用，唯才适用，那就是国际的战略，也国际的智慧。由海空三军的女性人数比例拢有增加的趋势，其中比例上悬的空军比例已经达到20.5%，而且唔但人数比例增加，女性伫军中的阶级也渐渐升悬。上校以上的高阶军官的女性比例，3年前是4.9%，即马是5.7%。以女将人数来看，3年前有2位现役的女少将，即马是1位中将、3位少将。在兵科或者是技术军种部分，例如说狙击兵，需要这种长期的耐力，都可以让女性的官士兵发挥她的所长。学者分析，除了性别平等的意识增加，肯定女性正做人力资源力量已经是国际的趋势。亲像挪威、以色列等国拢有强制或者是开放女性来做兵，而且部分的技术兵女性较高，做幼路的，佮有耐性等等的能力，更加符合任务的需求。国军继续强化战力，不过中国有关对台湾军事施压。国防部公布24点钟内侦测到中国的军机9架次，7架次的中国军舰伫台海的四边活动，其中5架次的中国军机超过海峡中线，国军继续严密监控甲应对。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国家语言发展法修正了后，这国中甲高中的本土语言课，对111学年度开始，都要改做必修课。不过欠师资也是一个大问题。若是以婚姻观来看，虽然有超过60成的台语人口，不过到今也是有4间国中找无台语老师，敢若会当伫网络顶上台语课。普遍人认为讲，中南部较侪人讲台语，台语老师应该嘛较好找。根据109年人口甲主题调查，云林有超过60成的人口主要是咧讲台语。不过因敢真正无欠台语老师，即马记者来到云林的各国中，咱来看因上课实际状况。老师带学生念课文、学写汉字、练罗马拼音。经过国中是云林算大间的学校，1年甲2年的台语课，即马是交2个老师来上。教务主任讲，学校的台语师资目前拄好有够动，不过若要支援北京学校的台语课，就正经无够卡手。这个老师伊本身有几啊种专长，课我甜无法度过去别个学校去支援安尼。云林县教育处表示，原来公私立高中拢总42间，大间高中的台语老师爱有2人到3人，理想的台语师资总数大约703人。虽然全县高中老师目前有35人下资格会当教台语，不过其中包含校长甲行政。考虑备课的规定，实际教学人数仅26人，另外代理甲兼任的教师27人，教学支援人员13人，台语师资有关欠37人。全港学校请无台语老师，会当甲北京学校合并，不过偏向路途遥远，学校若细间，班级数无济，老师就要走几哪间学校，真费时间。变讲老师较无爱点装脚架册，互学校想要合并老师，就真好请。支援老师因为感觉讲来国中
来这个教学，其实因为淡薄压力啦，较有意愿来去学习。拢请无咯，老师拢无法度来阮学校教，因为遮搭属于偏远。考学的疑惑个中，就是因为请无台语老师，只好申请直播强学上台语课。你讲阿爸跟线顶的那个线顶就是线上的意思。学生看用无配合白板，遐老师伫线顶教台语。虽然教育处针对直播强学有提供相关设备，不过偏向网络无遐好，采访迄天，疑惑个中就因为落大水雨，网络断6、7摆，落尾无法度伫线顶上台语课，只好是教导主任出学生念课文。直播强学上课的品质比较起来较无稳定。你介意上老师上课还是电脑上课？老师咧教是上课，伊用电脑的时阵网络无好。好，第4条跟第8条都是入声字哈，然后第8条。根据云林县教育处的资料，112学年度用直播强校上台语课，目前有4间国中拢是海线偏向学校。针对偏向师资分布无平均，老师看校学评意愿阁无悬。教育处表示，建立平台整合能力，卖继续推动台语师资培训，按算4档至5档学会报好教，要伫上短的时间内达到台语师资稳定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的消息，继续来看清华大学教授刘永成，伊是甲爱尔兰的文学家詹伊诺伊斯所写的一本《杜柏林人》一本小说，甲翻做台语出版。伊望讲，咱的台语册袂当干那有囡仔册尔，嘛有世界文学经典通好读，这咱台语才有通进步。爱尔兰文学家 James Joyce 的作品《杜柏林人》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刘永成即马是将伊翻做台文版来出版。伊认为，虽然台湾这几年台文的世界文学翻译袂少，但是较侪内容是互囡仔、青少年看的。也毋过大人嘛有读台文的需求，所以伊选择 Joyce 这本讲小市民心来故事的册，望增加台语翻译册的多元性。我专工想要拣一本大人看的。因为咱较早拢拣一寡青少年看的嘛，但是咱要学台语的，毋单囡仔人，对无？咱嘛是有大人你囡仔你将来嘛会大汉对无？所以咱袂当无即个大人看的。刘永成讲，伊细汉的时阵，伊的妈妈就捌用台语念海明威的作品互听。迄个时阵，伊才读幼儿园，透过台语嘛是会当了解故事，所以伊认为语言会当讲万事万项，自然用伫咧生活中就袂感觉奇怪。我妈妈当然嘛袂互人质疑讲即个世界文学你哪会用台语讲互你囡仔听？无人会去质疑即点。但是阮都足自然嘛，囡仔想要知影我咧看什么小说，我就讲互伊听。阮细汉还阁有听别个时代讲别个故事嘛有啊，什么三只猪鹅嘛有啊，嘛有人讲啊。这本《杜柏林人》是刘永成头一本的台文翻译，但伊讲伊是伫2021年才开始家己学台文语。伊认为所有语言的现代化拢需要经过外国文学翻译这关，台语嘛同款。伊希望未来台语翻译的世界文学作品会当愈来愈多，内容嘛会当更较多元。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那讲到欧阳城，即马拄好咧大家，不过咱台湾今年伫咧世界上所分配到欧阳城，上济敢若会当掠到1965栋，即马已经掠9成去啊！这农业部是公告对6月12开始都袂使搁掠。这部分的渔民就咧批评讲，即马船都已经准备好啊，才向来通知，叫因即马是要安怎办？渔港伫船顶整理渔船顶设备，台湾今年太平洋欧网层的总渔量配额是1965吨，因为初到累积渔量已经来到配额的9成。农业部同一天发出公告，12日0点开始停止掠欧网层，但有船顶认为通知伤过临时。较换对啦，阮是即摆即外礼拜，即摆昨下收到渔会信息，阵啊有诶报记好诶，出去外海咧掠啊。维护往迄个12号进前，唔知会变怎。渔会表示，东港欧网层新高尾数已经超过4800尾，创15年来新高。嘛因为安尼有配额的问题，但12进前掠的欧网层若有向渔业署通报，也是会使入来市场拍卖。多少是会有一点预期性，但是实际上还是要看鱼的新鲜度、鱼的那个品质。青的欧网层看起来真好食，欧网层季节都拄着肉粽节连假。
吸引真侪游客来东港食蚵仔肠。面对政府临时通知渔民袂使搁掠，民众看法无同。应该是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去补偿或做一些调整。今天冷冻技术那么好，之后还是吃得到。船东店家拢有苦衷，但是业主嘛表示，遵守掠鱼国际规范是所有参与掠太平洋蚵仔肠国家的义务。掠的配角经过统计，若有剩会使留到明年使用。希望渔民会使配合，维护蚵仔肠资源永续利用。记者陈焕宇、陈显坤屏东报道。伫咧南投市的永兴赏樱平台，正前有伫咧入口遐放一只同座南龙鹰伫遐。几年前有捌碰见过，甲找倒来了后，煞到无南龙鹰搁再飞来啊！这买手社区是决定，要到甲这只东鹰甲细一个方向看卖。这讲嘛奇怪，这南龙鹰竟然就搁飞倒来啊！今年3月、4月，南投鹰渡冬了后，要上北，会飞过八卦山脉。那南投环山是八卦山脉上悬坎，会当看到大阵的南投鹰。不过，赏樱平台本地有采一只45公斤重、用铜做的南投鹰模型。伫几冬前，雄雄碰见，出手嘛找无。过2冬啊，煞伫路边，互农民发现。在某一年的时候，忽然之间它就遗失了，不见了。马上我们就跟媒体透过媒体，然后悬赏3000元。悬赏之后一直没有下文，忽然之间在大概1、2年的时间，有一个农民姓谢的农民，他发现了。他发现之后呢，他交到永和派出所，永和派出所通知我们去把他领回来。甲南投鹰的模型安顿去了后，刷落来1、2冬，煞拢无啥南投鹰飞来。大家怀疑这模型的头安向南边是唔对向的。经过讨论，甲头转向北边，啥拄啥买手观测到的数量都恢复鹰轨水准啊！奇怪，怎么这2年都没有鹰呢？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我们老鹰方向放错了，才又透过那个我们的工程师再把它反方向的放好，也把它直高了哈。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可能是巧合吧。陆陆续续我们的鹰群再现。模型向倒一边，敢真是影响南投鹰的数量。虽然唔知影是拄啊好，还是讲有科学根据。这个故事嘛，已经真做地方流传的传奇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前一阵啊，这云林大溪警察在巡逻时，竟然讲有看到一只猪母伫咧路里拍拍走，是赶紧找人来斗相共，做伙来赶猪母。这警方嘛提醒讲，若处理有咧饲动物的，唔通放因出来乱踅。那妨碍到交通，都要罚你600块。到家，大家，最好不要怕，最好不要怕。大只猪母竟然伫咧路林拍拍走，这是云林大溪的四湖乡，有警察咧巡逻时发现这只猪母，因为惊碍到交通安全，赶紧摕黄色封锁线甲颔管箍好条，才搁举锤仔参民众哪扣哪甲猪仔赶回去厝。摕出你个封锁线啊！要你个塑胶带要来，甲即只猪仔较箍掉咧，举车仔吼，较手仔赶，尾伊就较愿意乖乖听话咯。业主表示，因为厝邻低调的门伤久，猪母用片仔吐咧，门就开啊，毋才会好逃走出去，加在无造成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发条例，厝内精生动物盘若无顾好势，随在伊伫路林乱踅，致使妨害交通，会罚主人300至600块。咱厝的吼有饲宠物的，也是家禽家畜的，爱注意黄色是否牢固，以免无小心去走出来。发生着危害安全。警方也趁这个机会提醒民众，厝邻有饲动物的人，就要注意门锁敢有锁好，才免发生意外，造成危险。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台北市的天文馆，今年5日节期间，是特别甲因大只的千里镜甲摕出来，要民众来看月娘顶悬的青石坑，配合导览甲活动，帮大家来做伙了解天文科学的趣味。用黏去光下吊钩仔甲乌藏礁吸起来，这种的生活过程看起来真简单，不过也是要真专心，细节操作才会成功。第一次玩这个吗？还是对，第一次。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诀窍？某个角度可以让它起来而已。就是每个面都要吸一次啦，然后找那个最好吸的面，想说来逛一下天文馆。
就是看一些关于有天文的之类的。那去到5粒乌藏石，就会当换玲珑啊做藏水。因应着5日佳节，台北市立天文馆举行囡仔算甲导览活动，吸引不少家长带囡仔来参加。而且5日节拄好是初5，也有机会看到月球霸境之一的梅西耶向long极坑。一个陨石砸到月球表面的时候呢，经过2次的弹跳才产生了那个2次的撞击坑。第2次弹跳撞击之后，残留物就是散落在第2个坑的尾端，所以会有一个喷出去的那种辐射纹。那这个样子就长得像彗星，不同的时间看到第1个撞击坑，再看到第2个撞击坑，然后你会得到2个不同的视角。因为月球伫太空中的运行时速相当是音速的3倍，所以遮光面会一直变化。月球的地形光影变化真紧，会当营造丰富的立体感。天文馆也伫暗时规划相关的直播，分享难得一见的月球地景，更加互咱深入熟悉月球。记者综合报道。国立这白龙船，这全世界嘛拢有咧比赛。看这西方人咧白龙船，这外国选手嘛拢讲，绝对毋是你看起来遐尼简单。在中国江苏省盐城市这场白龙船的比赛，在最后冲刺的时阵正激烈，大家拢尽全力想要争取进入最后的决赛。这场叫做中华龙舟大赛是全境内面规模上大，也是5个最传统节庆的重要项目。上面有36支龙舟队，差不多800位选手进入上尾的决赛。比赛项目有100公尺、200公尺、500公尺直道竞速，加1000公尺来回赛。分做男子组加女子组的职业精英公开的等级。各地分区拢有预赛，山东东亚市加湖北的宜昌市也有外国学生参加。今天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船龙舟，然后我觉得划船很重要。节奏，你要看那个桥鼓，又是端午节的特色，所以很有意思。在澳门的澳门国际龙舟赛，初步开始连续3天，分别进行各组各级别的比赛。香港、泰国、新加坡、印尼等几多个国家拢来参加。5个做除了白龙船比赛，也有食肉粽、香包电视加水上表演。澳洲也有白龙船比赛，选手讲无看遐简单。Must give the same power and in the same time. The paddle must into the water in the same time. 希望你们这多一点宗旨。德国的杜伊斯堡自1987年开始第一遍办白龙船比赛，2000年开始每年6月拢伫咧瑞港办盛大白龙船比赛。今年有140队，要到3000位选手参加。也那伫匈牙利也有白龙船比赛，中国、俄罗斯拢有组队来参加。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6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4度到30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祝大家肉粽节快乐！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